伊若去倒位啊，拄着啥物人啊，因为人啊，其实像我嘛毋是讲特别无好诶人，特别讲甲人刻薄诶人，我拢毋是。但是因为伊心态无改变，所以讲伊就会定定讲，伊哪会拢拄着歹人，哪会每一个人拢甲伊欺负。所以讲，这互我想法就是讲，我若讲无去改变我想代志，想别人看别人看即件代志诶习惯，拢为痛苦诶方式去想去看。我创造出来诶世界，当然就是讲，伊对不起我，迄人嘛对不起我，大家拢对不起我。所以其实哪有讲去大家拢拄着歹人，但是我相信讲，若这个同事伊无去改变伊诶想法，伊即摆离开即摆阮公司嘛，伊去新诶所在，伊去新诶所在，我相信嘛是讲痛苦诶代志嘛会发生，只是讲无共款诶痛苦。所以讲我即摆毋是讲干若去学一寡讲会当好找头路啊，薪水悬去学即种物件。我即摆佫加学啥物物件，着学讲爱安怎互环境好。环境好毋是讲换头路啊，做好运去拜拜，去庙里拜拜，求神明，互我去一个诚好诶公司。因为其实无即种公司啦，一个公司内底拢是有无共款诶人，但是上重要诶嘛是家己诶心啦。所以讲即摆就是讲会定定就亲像台语定定去想讲我倒位讲诶方式无正，爱去调第一摆调可能调袂过来，搁来调。对任何代志诶看法嘛是共款。我若感觉讲诚袂爽，还是讲诚怨毒，还是讲一寡心态出来诶时阵，我就会使想讲，即种想法其实是无必要诶。这只是我对家己，其实是我甲家己诶问题啦。毋是别人安怎。是我对我家己就是无够自信，看家己无安尼。像写小说其实嘛是安尼，我即摆就看较开啊。譬如讲，我即摆小说伫要写了啊嘛，嘛是讲其实看诶人就是安尼，嘛毋知有看无看。以早会想讲即代志诚严重，即摆呢就想讲，其实写小说就是为家己写诶嘛。因为即摆就算有100个人看，我相信无偌久伊嘛是袂记了了啊。袂记了了以后，伊嘛是去看别本好看诶嘛。像社长即摆较无写，逐个嘛袂讲，逐工拢去等社长写，伊嘛是会走嘛。因为即摆好看诶代志诚济，逐个拢诚无闲。有诶人拢是家己写，就无闲家己诶作品尔。所以讲，变成讲家己爱家己诶作品，家己爱家己写出来诶物件，这是上重要诶。就亲像讲我今仔听诶演讲嘛是共款诶意思。意思讲爱相信造物者就是讲歹做恶讲诶有一个神嘛，讲神台语较好讲，伊是伊是诚爱阮爱着诚爱阮嘛若是阮想讲爱人啊，爸爸妈妈啊，这种爱啊，阮若追求是这种爱，若拄啊好，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无够爱阮，无拄啊好无拄着讲足好诶爱，无拄着爱人，
这是毋是代表讲，这人生家己就乌有去？其实毋是，当然，若是拄着是真好吼。譬如讲我爸爸妈妈，我感觉因真爱我，兄弟姊妹爱我，阮翁真爱我，我真感动。同事其实嘛真爱我，就是对我嘛是袂歹安尼。所以讲，这是拄仔好拄着，但是嘛有可能讲有人拢拄仔好，拢无拄着嘛。孤儿还是安怎爸爸妈妈可能是较袂晓想嘛，有可能啦。伊可能个性的关系，拢找无一个牵手，迄拢是有可能。所以即个时阵，就是爱想讲，即个世间有一个创造咱的神嘛，应该是伊伫爱阮，所以这就甲我小说共款，我是创造这小说的人。我若逐工想讲，即个网友哪会无爱看？哪会无啥物网友伫看？网友去看别人的，无爱看我的。就亲像有人会讲，为什物别人的爸爸妈妈对因偌好偌好，别人安怎偌好？就是亲像我即摆的心理讲别人的小说哪会逐个拢伤济去看？遐大方拢互伊足济赞阁足济回应这是共款的。若是讲无即款物件，当然有伊的原因。譬如讲，我写的小说，我年岁嘛，甲十几岁的查某囡仔就是无共款嘛。我进前写小说嘛是20几年前，即马小说就是有伊的主流的伊的口味啦，口味。所以讲，我即马写，大家较无爱看，嘛是真正常啦。所以这共款的道理所以我就爱相信讲，我家己就是上爱，就是我的作品。这个作品，伊若是讲网友去爱伊，网友嘛袂当对伊安怎甲伊学落一个，人就走但是我去爱我的作品，我的小说，我会使安怎？我会使阁甲伊写阁较精彩，加写是安怎，我会使做诚济代志。所以咱若追求的是做底、做虚的物件，其实一直追嘛，无一定追有。就亲像我一直想要足侪人看我的小说，网友安怎学落我的小说，一直追，其实是追无的啦。我会当做的，就是我家己为我家己的小说，去爱伊，去甲伊，看会使加写，还是安怎甲伊改较精彩。改的时阵，我感觉做安慰的，讲哇，这我家己写出来，为啥物拢无去创造一个一个足丰富，我感觉是丰富的物件。别人有欣赏无欣赏，这拢是足底的物件，足虚的，只是我看袂开。若是讲我即摆的想法，就亲像讲，这世界这有一个神甲我的关系其实是比环地球的人甲我的关系是无共款的。就亲像我写的小说甲我的关系，阁有我的小说甲这网友这观众的关系，其实是无共款的。若是我会使去看角度是无共款的角度，我相信应该是，我就袂像以前安尼，就想讲这小说无人看，还是有啥物好写的？我应该就是
会为即种想法会家己透开，嘿，就是安尼。